點樣知道土壤嘅質地？觀測法簡單可靠嘅土壤質地測定方法。呢個方法係基於史托克斯定律嘅物理現象進行嘅土壤質地測定。佢嘅原理係利用唔同大小嘅土壤粒粒喺水中唔同嘅沉降速度，佢進行分析。首先刮除表層大約3到5厘米嘅土壤，然後採集土壤，將土壤倒入玻璃罐中，約佔1/2體積，加入清水，將土壤調咗至泥漿狀。輕敲罐身，令土壤沉降，用筆嘅灌上標記土壤初始高度。加入清水至玻璃罐體積3/4滿。如果有偏磷酸嘅或者硼砂，可以加入約1茶匙。睇緊玻璃罐，用力搖晃大約5分鐘，確保能夠打散土壤團粒，使各種粒粒能夠充分分離並混合成泥漿。靜置等土壤沉降分層，並開始計時觀察，大約40秒左右，沙粒會先沉積咗底部。喺瓶身外標記第1層嘅高度，約6到7小時後標記第2層，最後則需要等待24小時。